咱常常听人伫咧讲，这戏棚卡徛久的人个，今年这金马奖的终身成就奖颁发给两位摄影师，一个是长期伫咧翕纪录片的张照东，另外一位是今年已经92岁拍电影的罗成英。罗成英拍过60几支的影片，而且是导演李行长期合作的摄影师，捌到过3座金马摄影奖。即马伊退休了后，也把这个文物捐予国家影视厅中心，嘛去协助这电影修复的工作。没有修跟没有修的话差很多嘛。它那个红色的那个部分，这个就会连色的那个红色的部分会显现出来。没有修之前已经褪色掉，把那个原有的那个红色已经减低了。伫下尖尖的房间内底解说色调的差别，提供意见予电影修复师。今年得到金马终身成就奖的摄影师罗成英已经92岁啊。过去捌到过3座金马摄影奖，其中一支得奖的电影就是1972年的《秋决》。立秋论决，是为秋决。整个秋节啊，他那个故事来讲起来会很低沉的那种气氛。所以雪景里面看起来是在下雪，但是不会那个下雪特别明亮的那种感觉出来。这个是整个片子的那个色调要控制在这种。好像低沉的那个情况下，老夫人，回去吧。我要等他。罗成英稳稳说明，伊安怎调整光圈翕出背景淡薄步步的感觉。这台摄影机是伊的宝贝，翕过40几支片，包括16支伊家己导演的电影。伊嘛甲咱分享，伊咧翕我是一片云的时阵，安怎制作出金马奖的特效。在某一个角落要造成某一种光线的那种柔和的那种效果啊，就是用凡士林在那边涂。照讲过去，这片拢40-50年以上啊，毋过甲搭真侪美角，罗成英也是记条条，所以近摆国家影视厅中心邀请伊来看电影数位化甲修复的结果，拢会听到一寡文献顶悬无写的代志。之前曾经有请赖赏看过一部片，那部片是他导演的最后一部片，叫《人头蛇》，然后他跟我说，那些片段全部都是香港的片商自己加进去，自己后来再拍、再加进去的片段，那些都不是他的作品。退休伫要30年，罗成英真欢喜这届金马奖各家伊的记忆。前几年，伊嘛将伊的文物拢捐予国家影视厅中心收藏。伊也会当去有这场所，慢慢伊会用去陈列历史这电影的过程啊，这器材来展示，嘛是真很有价值的意义啦吼。访问的时，金马颁奖典礼春过外过，罗成英讲感言也袂上好势，因为70几档的电影人生，讲来要感谢的人甲事是乐长。最后是真简单，一个轻松幽默的话啊，若会当3-5句啊，会拢表达到安就好啊。记者林书豪、谢桂林台北新北报道。